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肥肠的做法，加点淀粉，加点盐，加淀粉可以把肥肠的粘液吸附出来。把里面翻出来也洗一下。鸡料里面沾了肥油。洗干净再放回来。洗干净后切成小段。配点姜。有点蒜。小米椒，切点青椒，水开放入猪大肠焯水10秒。我有加入油，加入姜蒜，加一勺豆瓣酱，加入粉。加一勺盐，半勺白糖，少许蚝油，有点生抽，1块小鸡，最后下黑胡椒，加2份生就可以了。给它出锅了。这道爆炒猪大肠就做好了，非常的脆嫩好吃。